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嚟到屯門嘅青田村，呢個單位面積大係380尺，屋主求嗰成係3房1廳嘅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，我哋係行呢個原木風嘅設計風格，我哋希望有一種溫馨同埋簡約嘅感覺嘅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送咗係本公司嘅公屋基本裝修套餐加升級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同房間嘅地磚更換、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，仲有包括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全屋嘅房門同埋全屋嘅油漆，合共係253800蚊人工包費，外住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。首先喺廚房門出邊呢，我哋做咗一個吊櫃嚟增加儲物空間，而廚房嘅櫃身我哋設計咗一組 U 型嘅櫥櫃嘅。右手邊留咗放洗衣機嘅空間，而上方櫥櫃設計咗一組 L 型嘅櫥櫃，最後配搭咗白色嘅珐琅板同埋白色嘅石英石面。然後嚟到廁所嘅位置，我哋做咗一個灰色嘅巴士門，入邊我哋保留咗原有嘅地磚同埋瓷磚。上方位置做咗一組儲物櫃，而喺右手邊做咗一組單面鏡，而做咗一個吊腳嘅儲物櫃。嚟到第一間房間嘅位置，我哋做咗一個木紋嘅木門，然之後嚟到房間入邊呢，做咗一個4尺嘅地台床，而床側邊嘅位置做咗一個趟門嘅衣櫃。嚟到第二間房間，呢次房門呢，選用咗木紋嘅趟門，房間入邊做咗一個4尺嘅地台床，而房間側邊呢，設計咗一個趟門嘅衣櫃。而床頭側邊嘅位置做咗幾個層架櫃，可以俾屋主放啲雜物用嘅。嚟到第三間房間嘅位置，我哋今次做咗個木紋嘅趟門，房間入邊做咗一個雙架床，而床側邊嘅位置做咗一個趟門嘅大衣櫃，而喺床頭嘅位置做咗一個層架櫃連書台嘅。出到嚟客廳嘅位置，喺呢個位置呢，做咗一個大型嘅電視櫃連飾物櫃，而電視櫃側邊嘅位置做咗一個木紋條紙嘅儲物櫃。呢個位置做咗一個大型嘅獅子櫃，左手邊呢，留咗一張凳，可以俾屋主坐低換鞋用嘅。咁今次整體風格選用咗原木風嘅設計風格，希望有一種簡約、舒適同埋睇起上嚟簡潔嘅感覺。